伫这款冬天来一碗烧热牛肉汤，真正是一大享受。市区的宣传在地牛肉规模上大的牛墟所生产的肉品，生化公司也特别去微电影来放送。同时选定一年一度的牛肉文化节，就伫生化举办。其中委托甲一个贵宾嘛特别召开记者会，除了搭上六牛大顺、牛气冲天的活动焦点。会中市长嘛亲自清汤原汁原味的生化正港牛，邀请全国民众在2月11来到生化美女观光工厂。善化牛肉文化节，其实从过去的牛肉啤酒节，一直到清汤牛肉节，事实上现在变牛肉文化节，因为牛肉啤酒节就吃牛肉配啤酒，清汤牛肉节就只有清汤牛肉汤。但是我们牛肉文化节，牛肉的料理有很多种。街上文化，刚刚那个微电影，一大部分都在牛墟里面，所以生化牛墟，你讲了牛肉，讲了料理，每当每记得牛墟，所以说善化牛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也知道牛墟的文化以及它由来，所以说跟文化结合在一起，还有饮食文化，这牛肉怎么料理的饮食文化，还有在地的文化，很多善化，过去沈光文啊，还有很多文化上的部分也要跟我们牛肉文化节来结合在一起。所以那天12月11号精彩可期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。其实市府对2004年就开始举办台南牛肉相关活动，今年嘛推出关发票，得当免费试食牛肉汤的好康，以及原介绍2.5现场只要50块就有的牛肉干。活动的内容除了有在地的产业文化活动，还有我们这个精彩的表演，还有好礼的奖品摸彩之外呢，还有就是说，我们有1000份，今天有100份，第一天有1000份的免费牛肉汤的试吃，还有铜板价的什么东西。牛肉干也是限量50份而已。区长讲50份限量牛肉干，市长认为无够啦，佮加嘛到200份，就希望扩大宣传的吸引力。同时，会长肉品业者嘛，甲大家汤水当中上好食的清汤牛肉，就是上炖的里脊肉，南上每一天控7.5斤的牛骨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台湾的温体牛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温体牛的。牛肉部分就是最好的部分，最嫩的部分。然后我们今天用它来做一碗清烫牛肉汤，让大家品尝一下。所以吃起来又健康又养生。这个温体牛用烫的是最实在的，最好的。有其他什么款的料理吗？你就用炒的。像炒芥蓝菜啊，还是炒油菜之类的，都很好吃。炒葱爆也可以。路桥饼是台南特别的清汤牛肉，结合生化牛墟的文化以及传统的农民气质，也有国产牛肉店家地图，欢迎上市府网站来查询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